长长的白布为高平一路延伸到运河内底，予河水分落，要来带老大讲上花。当时伫白布两边插香，邀请各路好兄弟来领受贡品。这是安平灵济殿每当固定伫旧历7月初9所办的高平节。有一条桥起来，迄条布桥起来，起来，想用遐关系，爬去到顶头啦，无，遐有够力的靠我人去啦，无就当遮，当下较下尔，商用尔。听经运动啦，有请迄个道长、道主来做这个普渡的考仪。完这倒是有一年一轮的这个传统啦。伫运河边搭8公尺悬的高平，4个家会摆猪食含饮菜，也阁有几十支摆着各式点心的高菜。这项高平节习俗，予定了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，因为只流传伫安平，所以嘛邀请民众来体验摆高菜。摆这高菜最主要就是讲，这物件摆了要予因这新娘会当尊重，会当尊重上简单的一个话，就是讲干粮。其实这个祭典源头跟中原普渡无关，所传承百外冬，上主要是饮水思源。会当看到大家准备澎湃的贡品，含献前滴，展现对好兄弟的敬意，嘛感谢神明的保庇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